有啲人儲到一大筆錢，生活仍然好慳，甚至連另一半一個好簡單嘅心願都唔肯應承，到伴侶走咗，先至喺銀行櫃台前面喊住後悔。呢個唔係電影橋段，係財經媒體整理過嘅真實案例脈絡。今日我哋用情景圖加故事橋段加意譯對話去講，幫你睇清延遲滿足同當下相處點樣先唔會走火入魔。聽完唔等於要你即刻大花筒，而係希望你同身邊人有一個誠實預算同共識。先講清楚來源，香港經濟日報退休理財相關報道整理過呢個故事。原案例出自日媒財經頻道 DAONN，當事人用化名，例如加藤誠一呢類稱呼，唔代表我哋認識真人。以下內容係新聞整理加教育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，亦唔係當事人逐字實錄。完整文章連結請睇 YouTube 說明欄。我哋旁白唔會讀網址，用口語講經濟日報報道，日媒整理就得。故事背景好多時都係窮過，細個經歷赤貧，驚明天一無所有，長大後就將慳當安全感。理財上儲蓄係好事，但如果心態變成永遠唔夠，永遠唔敢使，好容易忽略伴侶想要嘅其實唔係奢侈品，而係一種被重視嘅體驗。SL886想講嘅係，錢要為人生服務，唔好反過嚟，錢變咗主人。故事其中一個橋段係太太想兩個人去一趟溫泉旅館放鬆，但丈夫因為慳驚使錢，最後拒絕。呢度我哋用意譯對話去還原氣氛，太太可能只係輕輕講，不如去一次好冇？丈夫嘅腦內字幕就係而家死咗，萬一將來出事點算？如果冇好好傾，冇共識，小要求會變成心結。延遲滿足係美德，但永遠延遲往往係關係嘅隱形稅。之後人生急轉，配偶離世，本人亦經歷中風等健康打擊，最終要入住院舍。呢度唔需要渲染悲情，重點係當身體同照顧需求突然嚟到，現金流同情緒壓力會一齊爆。香港讀者聽呢段可以聯想到長者醫療同院舍開支嘅現實，所以我哋先至強調預算同溝通要早過後悔。另一個高峰橋段係銀行，佢要支付院舍費用，去到櫃台先處理到大額手續。情景可以係咁：職員公事公辦，麻煩出示用途證明文件，佢遞上合約，填數字。等主管批核嗰幾分鐘，心裏面突然一沉，原來自己一世咁辛苦，最後最大筆錢係用喺被照顧上面。我哋唔複述搶對白，只係帶出當錢由抽象戶口數字變成照顧賬單，心理衝擊可以好大。受訪脈絡入面有句意亦好值得記，大意係以前覺得自己擁有金錢，後來發現係金錢擁有自己，慳到連幸福都慳走咗。我哋唔當佢係金句背書，而係提醒你檢視你嘅儲蓄目標係咪同你珍惜嘅人與事對齊，定係淨係對住個數字先安樂。日媒整理嘅調查亦提到，隨住年齡上升，持有金融資產比例會變化，而且有大量受訪者擔心退休生活。報道用嘅比例大約7成8左右。我哋口語講，大約7成8受訪者避免 TTS 讀錯細節。重點唔係背數字，而係社會普遍對老咗點算有焦慮，所以更要提早做財務同非財務嘅安排。報道提到8000萬日元級別嘅儲蓄，折合大約400萬港紙上下，具體匯率會變，你當一個數量級去理解就得。喺香港呢筆錢唔係細，但面對醫療、通脹、租樓或院舍，一樣要謹慎規劃。所以我哋反覆講，教育片唔係叫你恐慌，而係叫你將情感需要同現實預算放埋同一張表度，俾你3個可以落地嘅方向。第一，
同伴侶開一個體驗帳，唔係亂花，而係預留合理比例俾相處同健康。第二，每年一次檢視，如果明天身體轉差，照顧費用邊度嚟？第三，將對家人的承諾寫低或講出口，唔好淨係心裏面諗。如果你覺得呢種理財加關係嘅角度有用，歡迎訂閱 SAL886財經網，留言打退休共識4個字，等我哋知你想聽更多邊類主題，亦歡迎分享俾屋企人一齊聽。因為錢嘅決定好少係一個人嘅事。最後再講一次，本篇係新聞整理同理財教育，唔構成投資建議。市場同人生事件都有不確定性，你應該按自己情況同專業意見決定。多謝你收睇，下條片再見。